台湾南片有一张店面钟头，有四国旧厝的多样文化色彩。56年前，一批义务雇员在政府的安排下，在屏东同高雄港界的四座新村上建一档，其中军官同士官分别在屏东离港的新国同天然社区，为建同诞生的人，则是在高雄民农的金钟同成功社区，因为这个成为一个跨样式的社区结构。都竟还保留了满一道异域的饮食文化同民俗风情。猪头皮先烤过之后，再冰蒸，再来切它。这个蒜酥，放一些蒜酥下去，放一点这个香料，酸甜的酸甜酱，酸甜甜。里面特制的酸甜酱，并会放豆腐同椰丝，小吃店调羹用一定会做的家乡菜云南太薄片，水卤做好的。除了云南太薄片之外，爆燒肉、爆兩魚、牛肉乾巴，仲可係雲南具有代表性的菜色。最特色的就是干巴，猪肉干。猪肉干我们叫猪干巴，牛肉干就叫牛干巴。弄肉干留得比较久，用很多香料去腌，腌了之后再来烤它，再来炸它这样。那个豌豆有留点。有份兩年能油的荷蘭豆粉，食起來快快改爽口，像果凍樣的，配上酸辣香麻味醬，本人吃的改難調用好。用椒米線、米乾、用椒木瓜絲，貴族的仲可以係熱甜小酥的爽口美食。我们现在云南口味是偏酸偏辣的，可是我们来到台湾以后就改良了，稍微清淡一点，就刚好有一点甜，有一点酸，稍微有一点辣啊。尤其夏天吃了比较爽口，还有我们的凉拌的口味大部分是清爽，就是健胃这样子。雲南美食小吃店睇下這個改形式未忘年年呢。民國38年，國民政府來到台灣過後，不但總體雲南貴族的國軍部隊，然後推動店面減價，功能打游擊的生活。一直到民國50年，能由國防部安排，正式係到屏東同高雄減價的四個新村。那個以前那個老蔣游那個游擊隊有沒有在那邊？就是說我爸他們那個時候就是有參加游擊隊嘛，就是打那個共匪這樣子，然後從那個雲南那個撤到那個緬甸滇緬那邊，然後從那邊，然後那個本來說老蔣都還要再打回去，然後後面就沒有打嘛，然後就是說就從那邊又撤退過來台灣這樣子。屏東離港這2個村嘛，然後高雄美濃這2個村。那屏東的話，我們屏東這邊就是信國村跟定遠村。信國村是軍官退伍的，定遠村是士官退伍的，有眷的了。成功跟金鐘是屬於高雄美濃鎮，現在美濃區了。金鐘他是單身，眷屬沒有回到台灣來，幾乎都是單身了。那個成功村呢，它是屬於遺眷了。因為先生不是陣亡啊，就是被俘了這樣。50年前，也到他鄉的孤軍，捧起個人的路頭來到台灣落草。不過，開始日日未親能過，睇10條意外的荷包蛋快看，真蠻艱辛。剛過來之後很辛苦。對，就是那時候這邊都是河床地嘛，河床地要開採，都是我爸他們就是慢慢政府就是那個農場就給他們一塊地，就是給他們去生活這樣子，對，慢慢去開採。為到安置亞等醫保，政府強收歸土地，重新分配本地等，比亞等人韓國做來亞隻嘅開墾的人歸不滿，是知道不是上大必背。
还有一种观念就是说，我已经种植了那么多年了，你外来的省怎么说要分配给你外来的省呢？就有一些误解，所以有一些那个不愉快的打斗啊，或者什么。这个村子就是单身的嘛，所以说跟那边对抗的比较多，激烈一点。小时候的话，就是跟他们客家人在一起，因为种族各方面、言语各方面不同啊，就是说大家都会打打闹闹的会有了，就是说他们就骂我们一滚包，我骂他客家包这样子啊，这个是小时候的趣事了，就这样子。每拜到礼拜，俺哋都過後依幾隻聊嘢啊，係演昆東俺哋要一殺台灣嘅嗬，都會提幾隻哋互相哋俺哋喊嚟喊去嗬，嗰種蠻卡勇敢樣嘅嗬，蠻人卡勇嘅俺哋係，鬼嚟學講嘅咯，俺哋都跟住俺哋吹牛啦嗬，跟住俺哋碰風講啊，學俺哋一定住嚟起嘅嘢黑啊會事嘅，俺哋學俺哋都俺哋黑嘅個啊樣俺哋咯會比俺哋學夠真光樣嘅俺哋嗬。各位班长司機頭擺嘅幾條事情，如做得拿來當地講笑，唔會再個本土利利。唔過店面已保存替所謂人文背景，還係獅子島一定嘅總頭，有論屯客家莊無窮用嘅景觀，像係乃處看得到繁榮富貴嘅精神表現。想做開墾好巴帶，使唔只會太石頭，未拿來嘅做人家嘅圖像，變作為特殊嘅景象。住家附近为了要清除这些方便，这个住家一个空间，所以把石头就捡到边上当做围篱，有的地就是放在地边上，那也是当做就界限也好，这个挡土墙也好，都是这样。那个时候是这个石头要处理很伤脑筋，没有能力，没有钱，也没有车，所以是只能这样摆到。除了用石頭嘅意象，睇一隻嘅差唔多米家米布，如為種菠蘿咩，大多藍藍調調嘅構字，其實代表一定對家鄉嘅思念。菠蘿蜜是以前我們在緬甸啊、寮國、泰國那邊的時候，這些都是熱帶東西，都有了，到處都有。那麼回到台灣以後，有懷念家鄉的那蔬果啊，所以他們回去就帶到種子來就種下去，就是不知不覺，那麼多年來，到處都每一家都有嘛。現在這個熟了以後，炒得吃，那個呢，等你肉可以吃，只就像菱角一樣，像那個地瓜一樣，可以燒着吃、烤着吃。等你籽可以煮那個排骨湯吃。店面剛結美食樂嘅知名，經過戰亂，乃世上世下無天無貼，總算來到台灣生根熱膽。經過班澤司機再次促權融合，他鄉係故鄉，未為台灣土地寫下一頁豐富多年嘅移民史。